听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7月3日早起新闻，我是朱永晓。先带来看一个好消息，U12世界杯小棒赛昨是伫台南起过，咱台湾队头一阵对着巴拿马，一开始输3分，搁来2球就抢着4分，落尾是以4比3摕到胜利。咱来看精彩的比赛过程。 顺球卫冕的中华队伫 U12世界杯小棒赛开幕战就拄着巴拿马持球上，内野安打加上做外野的并非安打，互对手强占一支队2人出球了后，即支穿过安打，互巴拿马先得分。 巴拿马搁补一支并非安打3垒跑者，转来攻下第2分。还佫有第2跑者被捕手陈碧生伫本垒进前错杀出球。3局下半，曾福恩先攻出安打上垒，了后发动盗垒成功，徛起得点圈。了后靠内野滚地球强占3垒，只是这一球对方发生搏投，曾福恩想要抢强本垒，煞慢一步做到错杀出球。 中华队反攻失利，5局顶半，巴拿马靠补送上垒了后，队友推进，加上发动倒3垒，捕手不传到外野，巴拿马这半局无攻出安打，就攻下保险分，摕到3比0领先。台湾小将无放弃5局下半反攻，队长陈恩这一球拍出的位置无好处理，造成对手失误，攻占得点圈。 到得分大门口3垒，但阮靠队友的高飞牺牲打，为中华队约回1分。6局下半最后半局反攻，高平汉加后主球连续安打，一人出球了后强占3垒。这时阵巴拿马决定换投，结果退手的投手一来就犯规，放上1分。大胆陈瑞兴靠卡停拼出内野安打，为中华队约平比数。 陈瑞兴看团攻占2垒，队长陈恩这一球拍到3垒后边3管地带，最后落地正做安打，靠陈恩的再见安打，台湾小将最后以4比3逆转抢第1胜。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疫情，昨增加22983个本土，死亡个案是57例，中重症140例，有8个囡仔出现 MIS-C， 即马 MIS-C 已经累积70例啊，而且是5岁以下占较侪。 另外，对今仔日开始取消别人机会窗的消毒，旅客得使减少等50分钟。桃园机场一间旅客排甲长了路拢是等检疫通关，因为爱通过喙瘾检测、行李清消这暂关卡，有人等甲是会度。前面入境那些都还好啦，因为现在没有很多人。然后就是在等行李那边，应该等了有半小时。 为加速入境通关，疫情指挥中心宣布30饭店开始取消客机会窗消毒，希望能减低机场作业流程40到50分钟。保留就是行李在上输送带的时候会进行这个喷洒消毒，另外转机行李就免消毒哦。 在新冠本土疫情部分指教，增加22983例本土病例，中重症有140例，死亡有57例。另外增加8例囡仔的MIS-C个案，其中3岁查某囡仔合并有轮状病毒，8岁查某囡仔是合并微小菌感染，2人拢在大院当中。今年囡仔重症有136个，其中MIS-C占70例。我们的MIS-C总共目前累积70例的儿童个案其中43位就是属于0到5岁这个年龄层，6到12岁只有占27位。国内8.5本土个案已经11例，指挥中心预估一波流行可能在8月。我们的状况那跟这个其他国家也许还有一些不同的地方。那不过这个估计说一天最高会有5万例，我想这个并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 王必胜强调，因为附近的国家疫情升甲正紧，需要观察重症率甲死亡人数，也佫有对医疗容量的影响，所以8月未调整国内防疫措施。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带你来看今日的报纸重点，先看《自由时报》。日本经济新闻报道讲，日本年底进前要和美国合作，引进美国国家半导体科技中心的设备甲人才。 成立2奈米晶片的研发中心，上紧在2025年在日本大量生产。再来看《中国时报》，法国总统马克宏在爱丽舍宫外口迎接来访的沙烏地阿拉伯的王子穆罕默德·沙尔曼，
两个人会手翕相，佮邀请伊食暗顿。不过，这寡举动也引起国内反对派甲人权团体的批评。落尾是联合报，陆委会是公告讲，自8月7日到后年7月底，第条件开放内东、滇南、日本国家森林游乐区，佮大龙大富平地森林园区的一寡区域，有主人的狗仔甲猫仔拢会使入园。再来，咱来看美国总统拜登甲中国国家习近平伫28日又有讲2点外钟的电话，讲到台湾的议题。拜登搁再强调讲，美国的政策无改变，反对各方面的改变台海现况。不过，习近平也讲，反对大岛甲外部的势力干涉，而且搁讲双方一定会烧到家己。美国总统拜登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自被通话2点钟过17分，这是两人第5摆通话，双方讲真侪敏感议题，台湾问题正做重点。不过美国白宫的声明依然是正底。拜登表示对台政策无变，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甲破坏台海和平。President Biden underscor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policy has not changed an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strongly opposes unilateral efforts to change the status quo or undermine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美方在双方通话结束之后，已经在第一时间向我方简报。外交部我们感谢拜登政府从上任以来多次强调台美关系坚若磐石。总统府对拜登政府表示感谢，也仰望中国应该负起区域和平的共同责任。不过，中国是用词激烈，强调习近平重点讲出中方在台湾问题原则立场，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甲外部势力干涉。美方应该言行一致，遵守这中国原则，坚决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14亿中国人民的坚定意志。民意不可违，玩火必自焚。自2001年2月第一摆通话开始，美中每一摆重点内容拢是台湾经济甲新疆政权，也是关注焦点。2021年3月第4摆通话增加乌克兰局势，不过这议题拢是意见真无同，紧张局势并无降低。Clearly a White House-led effort to ensure that the intensifying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does not veer into a military conflict. And although this latest call, like the four that preceded it, 虽然通话无具体进展，不过这摆两人已经就实体会面达成共识。美国媒体解读11月会是上好的时机，到时阵集团体峰会会在印尼巴厘岛举行。记者综合报道。政治水分明，来看台北市长的选战长棍架。即马传出前台南县长苏焕智也要来插一卡。另外，针对陈市长口说台北市府8年拢无起半条捷运，副市长黄珊珊也呛讲万大线当咧起。要来看新北市的选战吼，林佳龙是要求侯友宜爱挂保证袂绕跑去选总统。侯友宜表示会把时间来拼市政。年底首都选战竞争激烈，除了拿入白加无党籍律师董文芬，前台南县长苏焕智也宣布要参选，话讲要解决青年困境，抢救小资化。我们必须要扛下这个时代的堂吉诃德的责任，就为了我们年轻人这个困境，提出解决的方案。另外一边，民进党参选人陈时中伫前副总统陈建仁担任竞争主任了后，佮公布12区后援会长，捌伫郭文哲任内担任台北市警察局长的区洪光原在内，乌条卡的意思真重。针对陈时中伫口说台北市政府8年起无半条捷运，副市长黄珊珊回应目前万大线当要起，爱陈时中查清楚再讲。周满安是批评陈时中防疫落惨。如果他能够把对于选举的精神用在防疫上，现在我们就不需要在大热天还戴着口罩。台北市正在盖的叫万大线啊，所以我不知道前部长有没有查清楚啊。我们也不需要怎么样太恶补了哈。我想去内湖、内科那一带交通，大家都有共识，啊，就是歹嘛。新北选战的部分，民进党参选人林佳龙拜会市回民进党团，佮攻击侯友宜爱伊表明当选市长会做好做满，袂绕跑选总统。所以我希望他能够说清楚。他会不会他的任期内那去参选这个总统的职务？我会把握每一分每一秒，努力的冲刺，把
把市政工作做好。但是林佳龙、罗建贴要求辩论，校友义是讲会专业做好市长的角色，该做的代志时机到啊都会做。记者综合报道。原来民进党桃园市长的参选人林志坚，即马有炒热门甲新竹棒球场的风波。总统蔡英文有找林志坚甲桃园市长郑文灿去官舍，听讲是讨论为选情指挥方法。外界也传讲林志坚可能伫台大论文审定结果出来进前，就要把这个学位声明摕回去。不过有学者认为讲，摕回去这个动作是政治的动作，照法律来看是无法度安尼做的。要争取桃园市长大位的民进党参选人林志坚，二九甲桃园市长郑文灿同齐拜庙。林志坚最近因为论文抄袭风波，国家拄啊开幕的新竹棒球场有球员受伤，为选情加添变数。总统蔡英文28下晡邀集林志坚、郑文灿党秘书长林锡耀，也甲立法院党团总调郭建明等人到官邸讨论选情。总统认为，在论文的这个事情上，我们就应该用证据持续来向社会大众来做一个说明人选的调整，这个是国民党制造的一个假的议题把这一份民调抽掉，于正煌先生的论文没有任何基础，那不能够事情过了以后。前面感谢，后面拆桥。郑文灿批评于正煌准过水无痕，佮传出28官邸会谈有意演，佮研究停损点，邀讲着换人。暗过参加会议的成员认为时机也未到，无人主张换人。谢谢。蔡总统出席桃园会展中心工程上梁典礼，无加讲林志坚的论文风波，大大当地召开学论会审查，外传林志坚可能伫学论会公布结果进前，先退回学位机会。如果林志坚先生选择退回学位的话，其实这个是个政治动作，这个不是一个法律动作。张善政要求林志坚甲陈明通应该向大家讲清楚，这个资讯伫外口讲唔好。邱调雄认为，根据学位是有法的规定，学校敢若有撤销学位，啊毋过无退回学位的规定。那做林志坚选择退回学位，目的是政治上的停损。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这个极端气候致使真济所在做大水。伫伊朗的南部水崩山，超过20个人死亡。巴基斯坦雨已经落5礼拜啊，死超过300人。美国也有真济州拢咧落大水雨。肯塔基州的东部灾情已经夺走8人的性命。大水冲走居民的厝体，有一寡厝已经被水淹去啊。美国肯塔基州东部最近受到大雨的侵袭，造成真严重的灾情，民众爱受水才有法度为淹水的办公室逃走出来。Everything's gone, like everything is gone. The whole life is gone. 肯塔基州政府28宣布6个郡进入紧急状态，而且国家气象局预测，这场大雨有80%的机会会持续到29。We're currently experiencing one of the worst, most devastating flooding events in Kentucky's history. The situation is dynamic and ongoing. In most places, we are not seeing receding water. In fact, in most places, it is not crested yet. 贝希尔也指出，这场水灾已经造成真侪性命甲财产损失，水位也搁咧涨悬，当中预估死亡人数恐惊有2位数。我近肯塔基州的俄亥俄州甲西维吉尼亚州也拢传出灾情，大水甲道路淹去，民众掉伫厝内等水退。密苏里州的圣路易大水也淹去高速公路，有驾驶无走出来，到尾也不幸死亡。西亚国家伊朗南部同款传出水灾，顶礼拜6到即马已经造成超过20人死亡。首都德黑兰28的大雨造成土石流，有真侪人受伤，而且可能也有人还未走出来。دیشب ساعت 12:27 بامداد بود که اول تگرد اومد بعد که یه دفعه سیل اومد کمتر از 10 دقیقه。南亚的巴基斯坦雨季来啊，已经落5礼拜的大雨，超过300人不幸死亡。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也受到大水的侵袭，一寡车拢浸伫水内，当局建议民众非必要唔通出门。公司新闻田伟仁编译。美国第二季的 GDP 减0.9%，是连续2季负成长，达到衰退的标准。不过，白宫说讲，美国的经济也是咧正确的道路。另外，民主党之前有上降价通货膨胀的法案，即马又搁扣倒来，按算后礼拜伫参议院来表决。
美国今年第二季 GDP 折合年率萎缩0.9%，国家第一季萎缩1.6%，已经连续刷2季负成长，技术上进入经济衰退。投资人认为，这可能延慢联准会一直相关利息的脚步，而被美国股市收红。But if you look at our job market, consumer spending, business investment, we see signs of economic progress in the second quarter as well. 拜登总统甲财长耶伦强调，联准会会采取相关利息的手段，压制通货膨胀的时阵，经济放慢并无意外。在疫情甲战争这因素影响下，美国失业率维持在3.6%，经济也是真强，甲真正经济衰退也有一阵啊。不过通货膨胀情悬，衰退舆论和拜登支持率降到36%。为这件代志，民主党杀一项降低通货膨胀法案，原本反对的共党参议员曼青而被转为支持，和法案搁活，一定后礼拜进行参议表决。My message to Congress is this: This is the strongest bill you can pass to lower inflation, cut the deficit, reduce health care costs, tackle the climate crisis, and promote energy security. All the time while reducing the burdens facing working class and middle class families. 法案内容包括投资3690亿美金在清净能源、打击气候变迁，另外640亿美金支持后继健保，降低处方药物计数。财源是大部分为上加15%的企业所得税来，扣掉法案的支出，还阁剩3000亿美金来支付联邦赤字。法案规模明显比民主党去年规划几条美金中建美好未来的法案较细，不过也是拜登施政真重大的进展。若做当通过，对11月份的期中选举是利多，关键是参议一票都袂使走。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佮倒来看国内，昨是旧历7月初1号门开，基隆的老大公庙昨下晡2点开开门，迎接好兄弟来到人间。另外，婚姻好尾也伫疫情稳定了后，要佮举行中原普渡。即马是有分做7大区，希望民众来了解当地普渡文化。轮到主普的黄氏宗亲会炉主拍开鸭肉，率去提出记录簿啊写名字甲时辰，佮提出锁匙，准备拍开锁起来开门。炉主伫基隆市长林耀昌的陪伴之下，准时伫下晡2点拍开开门，象征普渡会开始，迎接好兄弟到阳间。昨暝老大公庙有举行一个开灯夜的仪式。就是要迎接这老大公来到这个人间，受佣人的供养、护施。农历7月1号一定要请他们出来游戏人间1个月。仪式完成了后，不少人也撒贡品来祈求平安顺利。是逐年固定拢会来吼，拢有来，因为拢有来，伊有足灵感的啊。普渡意向户北家人南好尾，婚姻好尾大普渡今年也盛大开始。前2年因为疫情影响，参加人少，用品大求水。今年不止恢复规模，佮推出无同款特色的7个普渡区。全羊、全丁的一个肉山，啊，佮有咱这冰雕、果雕、巧克力雕啊、蜂炮这类等等吼，愿望吼拢会甲呈现出来。今年好尾普渡也结合铁桥点灯、历史建筑量化甲圆环灯光秀，希望吸引更较侪游客。家人伫完成开开门仪式了后，也开放行路游行，希望已经传承168年的国家无形文化资产。家人中元节重新盛大举办，扫掉2年来疫情阴霾。记者综合报道。即马是石鼓大生团的季节。海参馆调查发现讲，今年牛母上花生的卵、上花生的卵是有史以来上济。不过即马也是观光的大季，海保署也呼吁民众莫伫暗时的时阵去海边仔行踏，影响到石鼓的生态。拄捕出海龟真细只，看起来真古锥，也有细只海龟伫沙坡顶面要爬向大海。每年5月到10月是石鼓生卵的季节。海保署委托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调查小琉球的石鼓生息状况，发现今年生卵的记录创下历年新高的记录，甚至有新的海龟上花来生卵。表示我们在小琉球出生的小海龟到大海里面去成长之后呢，健康的回到它的出生地来产卵，所以我们必须要针对它的这个产卵地呢来加以保护。
海保署表示，民国100年到110年，平均每年有3只母的海龟来到小琉球生卵，今年增加到8只。全岛上已经记录到有15艘的卵收，呼吁民众经过被告示牌围起来卵收时，赶紧离开，减少干扰。很感谢这些业者还有民众都愿意配合，我可以让这些海龟顺利的产卵。所以我觉得后续可能还有很多功课要做啦。海龟生卵的季节以7、8月上多，也是酸水的大月。也毋过前几天小琉球的沙埔4家拢是水上的游具，阻挡着海龟上花来生卵，也大部分阻碍海龟乌空生卵。为了提供海龟更加友善环境，救活海龟的之家已经执行巡逻计划，这要1个月啊，娱乐业者也拢配合。海保署也提醒，海龟捕获大部分在暗时，请民众这段期间减少暗时沙捕的活动，也降低灯光甲车辆在人为的干扰。记者综合报道。家己火车头是全台湾头一个更近红门头的火车头，代替时光重现伊苏当时的面貌。今嘛员工带你来看。新的路线指示拆除无必要的空板，等下处车站建筑原本的壁面。家己火车站伫去年台湾设计展进程开始进行改造，时间半钟外，后老车站尽量恢复原来的模样。把不必要的、很混乱的张贴广告物做一些整理，那提供更好的服务、更美的环境。就蛮清楚啦，一进来就可以直接买票，然后直接进站。在利用上还算蛮方便啦。这届改造工程有若凸显车站的外观，活台内底真侪物件嘛减少，佮重新规划单车的空间，互民众会当看到活台甲车站外口。不过，嘛有民众讲，感觉原本单车的空间变较下。因为原始的古迹的窗堂可以看到两侧窗边外面的美景哦，一边是月台，一边是我们的嘉义市区，所以呢，我们就把所有的服务性设施独立站在正中间。那其实跟原本的使用量其实是差不多的哦。这一个嘉义站的改造只是一个起点啊，而后面有我们嘉义高架计划啊，那是一个更宏观后面这个更丰富的一个设计。嘉义火车站伫1902年启用，1933年改建，正做日本时代台湾第一座用铁筋按摩头的车头。铁路局配合台湾设计研究院，彰显嘉义车站100多年的历史痕迹，嘛讲要提供更加好的服务品质。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天气报你知，带你来关心今日各地头的天气资料。北部地区是27度到34度，中部地区是26度到34度，南部地区是26度到35度，东部地区是26度到34度。外岛地区是26度到32度。感谢你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我是朱永晓，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